大家好啊！復活節快樂！咁我哋今日呢，就係禮拜四，就提早一日同大家錄週五直播室呢一個節目，咁就同大家分享3樣嘢啦。咁同埋就挑戰多樣嘢，就係希望用5分鐘呢就講晒㗎。咁我又講得舒服，大家又聽得舒服咁樣。咁首先第一樣呢，就分享下旅遊保啦，因為復活節假期啊嘛，好多人去旅行啦，咁自然呢，就會買旅遊保。但係出現個問題啦，就有人發覺原來呢一份旅遊保，就算我俾晒錢，成功購買出埋單，但係呢都可以亦都可以因為一個原因呢，就係唔能夠賠到錢嘅，亦都係成張單會失效嘅。就係乜嘢原因呢？就係呢一個離開咗香港嘅境內，已經即係出發咗啦，跟住先嚟買，咁係會令到成張旅遊保失效嘅。咁但係有人問啦，點解我離開咗香港之後仲買得到旅遊保呢？大家就會發現啦，其實依家買旅遊保係非常之容易，上網自己撳都撳得到啦。當日可以買得到當日嗰個作為一個起保嘅日期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千祈唔好呢就係搞到好問，去到最尾一刻呢先嚟買。只要你一離開咗香港境，跟住咧去買咧，就成張單就會失效噶啦。佢收咗你嘅錢咧，亦都唔會退翻俾你，亦都唔好有任何嘅僥倖嘅心態，覺得咧保險公司會因為某啲情況咧酌情處理就可以賠到錢，就係唔會嘅。至於幾時係買旅遊保嘅最佳時機咧，就俾大家一個 idea 啦，就係買好咗機票之後，係啦，咁就可以買得啦。點解呢？因為大致上個行程嘅日子你已經定好咗啦嘛，機票去程同埋回程都買好啦，咁就去買旅遊保，同埋呢就會同時間就其中一項嘅保障呢，亦都係真真正正可以保障得到大家，就係嗰一個叫做行程取消嘅保障。如果因為親屬或者可能咧同行嘅人士啦，因為一啲突發嘅例如係離世啊，或者可能咧叫重病啊，呢個時候你都唔會有心情去旅行噶啦。咁所以嗰一啲唔能夠被退回嘅酒店或者係呢個叫機票嘅費用咧，係可以去用旅遊保賠得到嘅。咁既然有呢一項嘅保障，咁所以大家一買完機票就好快啲手買埋個旅遊保啦咁樣。咁另外咧，再同大家分享多樣嘢，就係保單嘅3大身份啦。大家買保險就一定有買過啦，亦都甚至乎唔止一張添，可能有2張、3張、4張保單。但係咧入面嘅身份咧，好多時就成日都會搞亂咗，亦都唔知道原來咧嗰個身份冇定翻好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個權益嗰個實際上個權益咧係會唔係自己所諗嘅咁樣。點解呢？問下大家啦。不過大家都答唔到噶啦。咁我直接講，保單持有人就係第一個身份，即係咩意思呢？咁第二個呢，就叫做受保人，第三個呢，就叫做受益人。逐個講下咩意思啦。如果我哋成張單嗰個權益嘅擁有人呢，其實就係睇保單持有人，即係無論我喺去操作呢一張單去決定繼續交保費定係退保，定係喺入面拎部分嘅資金出嚟用甚或乎可能佢係一啲危疾保醫保嗰啲意外保嘅，只要我係呢一儲蓄保嘅，我係呢一個保單嘅保單持有人嘅話呢，出嚟嗰張支票呢就會係我嘅名噶啦。咁所以換言之，大家會覺得呢一份保單受保人竟然唔係最受到保障嗰個，字眼上都係叫受保人喎。受保人係所以保單就唔係愛嚟保受保人嘅。只係好多時我哋買份保單呢，呢個叫做保單持有人同埋受保人呢，就定咗都係自己，所以會發覺都冇咩分別啦咁樣。舉多個例子啦，一對父母啦，為佢嘅小朋友買咗份保單啦。阿爸爸或者阿媽媽就作為呢個保單持有人，阿仔或者阿女就作為呢個受保人。究竟呢張保單係保個仔阿女定係保阿父母多啲呢？其實就係保翻阿父母多啲咯，因為
啱先講過，保單持有人先係呢一份單嘅嗰個權益嘅擁有者啊嘛。即係話，就算小朋友咧到時大過18歲，去到20歲、30歲、40歲、50歲都好啦，只要父母咧仍然係呢一份單嘅保單持有人咧，咁係個權益啊，仍然係父母嘅。即係到時咧，如果佢要決定拎錢或者退保咧，嗰張出嚟嘅支票都係寫阿爸或者阿媽個名嘅，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仲有多個 term 啦，就係受益人啦。受益人啊，幾時先關佢事咧？受益喎，咁啊真係有益處咯，係咪？咁原來咧，當一份保單仍然嗰個受保人在生嘅時候咧，一日都唔會關呢一個受益人事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受益人只係會喺呢一個受保人唔存在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即係離開咗呢個世界啊，咁去 claim death claim， 即係死亡嘅賠償，受益人咧先會係去拎到支票嘅咁樣。咁所以咧，保單嘅3大身份大家搞清楚啦，同埋我哋去買完一份保單之後咧，咪要定翻邊個係受益人嘅。如果冇去定到嘅話咧，咁結果咧就會係嗰個賠償咧就會去咗保單持有人嘅遺產嘅，咁就會跟翻咧遺囑啦或者無遺囑者嘅嗰個法律程序咧去過法院再判嘅。咁所以咧，大家就會知道啦，受益人咧呢樣嘢都好重要。如果唔去寫好呢個受益人嘅話咧，都係會麻煩嘅。咁同埋再加多樣嘢啦，受益人係可以隨時去轉嘅，係啦。咁邊個話事啊？都係保單持有人話事。咁大家就盡快睇翻自己嘅保單咧，依家個受益人最新係寫咗邊個啦。如果本身寫咗落去嗰個人唔生性，或者可能咧都唔，依家都個心意唔係俾本身寫咗嘅受益人啊，或者可能想個百分比咧有調整啦，都係可以隨時去更改呢個受益人嘅。而喺宏利度咧，係直頭可以喺網上度自己更改，而唔需要簽名嘅添。咁就原來咧已經7分鐘啦，就挑戰失敗啦，唔緊要，分享埋第3點。咁咧就係講緊之前咧咪講緊嗰個保證預繳利息咧10% 係非常之咁受歡迎嘅，並且好多人咧都覺得哇，我有啲閒置嘅資金10萬20萬，梗係擺落去即刻收個保證預繳利息，之後再用嗰個有個功能叫做無憂損啦，就可以拎得到大概我擺落去嘅成筆錢嘅4%。咁定期肯定冇4% 啦，咁但係拎到呢個錢出嚟都非常之好啦。就算佢係非保證嘅，做得少啲都有3厘幾都好啊，係咪？咁點都高銀行就為之一個好嘅安排啦。咁呢個保證預繳利息嘅推廣呢，係延期啊，竟然有得 extend 啊！我哋全世界基本上我哋同事都估唔到係會可以 extend。咁並且咧係 extend 到呢一個5月嘅10號，咁所以大家有閒置資金10萬又好，20萬又好，50萬都好，擺落嚟，跟住就可以收下呢啲利息啦。咁樣，咁今日大致上分享係咁多啦，用咗8分半鐘，咁就下個禮拜二再同大家分享呢一個積金易相關嘅嘢。咁同埋仲有下一個禮拜5就係會分享多幾個全新嘅保單身份啦，因為隨住大家嘅需求咧越嚟越多，行政嘅安排咧令大家可以更加做到自己想要嘅財務規劃，係咁。